睇彩虹貓貓。今集繼續同大家分享我嘅東京之旅。我哋喺登戶站落車，然後坐穿梭巴士就可以到達呢個位於川崎市嘅藤子 F 不二雄博物館。記得要先預約買飛先可以入場㗎。唔好影相，唔好食嘢。準備入場啦！我哋預約咗喺第一個時段入場。一入場我哋就搭 lift 去3樓屋頂空地去影相。第一個場景係3間水管公園，大雄、胖虎、小夫、靜香成日喺度玩㗎，係隨意門啊！我好鍾意隨意門呢個法寶㗎。跟住係大雄的恐龍電影場景，除咗哆啦 A 夢漫畫人物之外，呢度仲有藤子老師筆下嘅其他漫畫人物，有 Q 太郎，有可樂，有哆啦 A 美啊！打卡之後，我哋就去餐廳度食晏晝啦。我哋嗌咗哆啦 A 夢咖喱飯，2份兒童餐，3杯特飲，1份記憶吐司，超大個哆啦 A 夢啊！Yummy！然後我哋去到2樓繼續參觀，呢度有大雄嘅屋企啊！用 iPad 睇可以睇到哆啦 A 夢仲有大雄㗎，好有趣啊！再幹嘛？呢度有關於藤子老師嘅作品問答題，不過係日文嚟嘅，我哋睇唔明。跟住我哋就去扭蛋啦。哥哥抽到一個可樂同2個神奇小子，可惜抽唔到想要㗎。呢度有藤子老師嘅漫畫，呢個係道具如果電話亭呈現出嚟嘅效果，仲有喺衣櫃入邊嘅哆啦 A 夢啊！呢個百寶袋好似係還書箱嚟㗎。門票包含1張欣賞藤子老師嘅原創小動畫，呢個係哆啦 A 夢嘅法寶潮敷水池，只要對住機械女神講真話，佢就會幫你將掉入水嘅嘢變成更新或者更好啦。胖虎跌咗落水池度就變咗靚仔啦。大家中意邊個胖虎多啲呢？最後我哋嚟到紀念品店。俾你100分查驗卷啊！仲有0分嘅花佬買㗎。最後我哋買咗哆啦 A 美返屋企。今集時間到呢度，如果你都中意我嘅分享，歡迎讚好同訂閱我，記得 follow 同 like 我嘅 IG 啊！拜拜，下次見。